健保署宣布，为11月开始，这个血癌 CAR-T 细胞的这个药物已经正式加入健保啊。预计这大概有100亿位病友会当受惠，未来咧会当省将近1000万的医药费。50几岁周先生，伊是放射科的医生，5年前去得到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合并肺癌，虽然动手术切掉，也经过化疗等传统的疗法。 也无因为病情恶化速度真紧，依然无法度有效控制。今年5月，伊家己开钱进行上新的 CAR-T 细胞免疫疗法，怎啊病情真稳定，而且伫7月已经登去病院上班。CAR-T 的话，就是他说它的好处是说，它这一次就是我很快就恢复。医生讲，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甲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是两大恶性度真悬的疾病，病情真紧阁真猛。 前一种大部分拢是10大人着，后一种是伫咧3岁到5岁囡仔较侪。若是治疗效果无好，5年内复发的存活率无到5成。但是若采用上新的 CAR-T 细胞免疫疗法，临床实验已经证实，会让正精准的消灭癌细胞达到8成以上。因为它是一个活的药物，活的，因为它是细胞。好，那它可以一直在体内去搜寻血癌或者淋巴癌细胞的所在。 好，那它有武器可以把它消灭掉。它在临床上达到的效果是不是如其预期啊？所以我们才在今年开始在健保里面呢，特别有一个叫暂时性支付。健保署强调，今年11月开始，以暂时性支付方式，将 CAR-T 细胞免疫疗法的药品纳入健保，而且药价经过预计了，也自原本的1300多万降到819万。 估计有110位的病人会当用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